咁結果係點啊？穩賺不賠嘅下聯知唔知係咩啊？就係有去冇回啊嘛。咁啊就係匯率啲問題啦。好多時啲人就以為贏緊一定得，好多時有啲想法。其實呢個世界邊有咁着數㗎？我成日都講啦，大部分人嘅心目中諗嘅投資係點㗎？高回報係嘛？跟住要低風險，仲要隨時攞到錢，係咪咁樣㗎嘛？當你三樣嘢夾埋係同一種資產或者同一件事嘅話咧，嗰個一定係乜嘢啊？騙案咯，一定係騙案咯。所以咁多俾人呃咗呢一個問題啊。所以其實唔好有呢個想法。你三樣嘢分開，一個係高風險 OK， 一個係叫高回報 OK， 一個係低風險係 OK， 第三個靈活性大係 OK， 三樣嘢嚟㗎，千祈唔好搞錯啊！咁我哋都好明白一件事啦，投資係冇早知嘅，計劃先有早啲，所以係俾自己早啲開始諗咯喎，個計劃點樣做法啦。